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3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4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到31节，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3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讲分享的主题是马仔会死。真侪人咧读耶稣的故事的时阵，拢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爱死？既然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是上帝，为什么需要去互人钉伫咧十字架顶悬？敢讲伊无法度家己救家己？特别去用埋葬，叫人的这个做法，就是讲伊完全的死去。所以真侪人无法度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特别是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讲着讲爸啊，将这个杯刷走。但是上帝并无照耶稣的祈祷来做，所以引起真侪人的怀疑。特别是遐个要袂信的兄弟姊妹，因无法度接受安尼的代志。可能感觉讲哪有遮戆的人，因认为耶稣的祈祷是失败，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保罗互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批安尼讲着，讲基督死伫十字架顶悬的信息，伫遐个惊灭无的人看来是愚妄的，对咱遮得救的人来讲，却是上帝的大亏难。因为圣经讲，我要摧毁聪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的人的学问。那安尼聪明的人伫倒位呢？有学问的人伫倒位呢？世上的真牛变的人伫倒位呢？上帝已经将这个世界的智慧正做愚妄。当然，这有真深的意思，嘛值得咱去继续来学落去。但是今仔日要用较简单的方法来去分享，甲互咱了解。当然，明白上帝旨意甲做法，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但是上帝伫伊的咧实践的这个中间，伊拢有伊行代志的一个方法，拢有伊家己的计划。若是基督徒袂当顺服上帝的旨意的话，要安怎会当明白上帝的作为？这是真正非常非常困难啦吼。因为安尼就参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，所有倒奖的人啊，恁着来听；伫遥远所在的人，恁着来听我。我出世以前，上主已经选召我；我未出舞台，已经指名来叫我。伊互我的话来亲像剑，伊亲手保护我。伊将我做成亲像针来的箭一样，随时通发射。伊对我讲：“以色列人，你是我的萝卜，大家着爱因为你来学了我。”我讲，我拍拼工作，但是无有效果。我用尽气力，然后共款一事无成。但是我通信赖上主为我来伸冤，上帝会照我的行为来赏我。如果咱信上帝，咱信靠上帝，上帝就要引带咱头前的路。上帝就要成就伊的应允伫咱的心上，也就是讲，伊所做并毋是要互咱所会当接受、会当明白的，迄是有困难啦吼。如果咱全然相信，上帝就要咱来显明伊的工作。接续以赛亚的经文来讲，以色列的救赎者相信。这个信心的上帝安尼讲，
迄受人藐视，为了万国互所痛恨，奉统治来做奴隶人。君王将伫你的面前起立来治伊，所有地位的人也要向你来跪拜。这个事一定要来成就，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选召你，上主要来持守伊的应允。这是遵探上帝旨意来对伊行的一个结果。耶稣就是行这条路。那么，再转来思考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21节伊所讲的。保罗安尼讲，上帝运用伊的智慧，互世间人袂当借着家己的智慧去认捌伊。这真清楚，真困难但是相反，上帝决定借着咱所传的迄个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。这个愚妄的信息是啥物呢？耶稣基督的死，其实只有时参像伊的譬如，迄个麦仔的死。伊讲有一个麦仔，若无待伫涂骹死，伊就是正做原来的性命。但是伊的死，这个死，就是讲改变原来性命的形式，然后伊就有割活。这是咧讲仪表伊家己的受难甲割活。耶稣的死是要来完成迄个割活，来生出济济。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要借着伊定伫十字架这项代志来完成。这个部分就是咱真侪人要当明白的真简单的道理。迄个死是一个性命的转换，得到迄个救恩。耶稣基督从上简单的这种逻辑的方式甲咱讲，主受咱的死亡是互人感觉真艰苦的事，但是咱需要来纪念伊的恩典，来感谢伊的救恩。这是咱伫咧纪念伊受咱手的中间，这个真正的目的，毋是来存疑、忽略，甚至不伫遐埋怨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3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第49章第1到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到31节，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麦子之死。耶稣基督他为什么需要面对死亡或是死掉？很多人说，既然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自己又是上帝，那为什么他需要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还要被埋葬？许多人并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特别是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园的祷告，他这样说：“父啊，求你将这个杯移走。”可是上帝并没有照他所祷告的来做，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，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是失败的？特别是那一些我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。耶稣的祷告是失败了吗？真的是如此吗？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书信里面这样提到，他说：“基督死在十字架的信息，对那一些走向灭亡的人来看是愚拙的，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。因为圣经说，我要摧毁聪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者的学问。那么聪明人的在哪里呢？博学者在哪里呢？世上的雄辩家又在哪里呢？上帝已经使这世界的智慧成为愚拙了。
是的，我们都知道，明白上帝的旨意跟他的做法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上帝有他自己行事的方法，有他的计划。若是基督徒不能从顺服的功课上面来顺服上帝的旨意的话，其实要明白上帝的作为，还有他的旨意、命令等等的，基本上是难上加难的。正如以赛亚先知也这样说道：珠海岛的人啊，你们来听；远方的人啊，你们都听我吧。我出生以前，上主已经选召我；我未出母胎，他已指明呼唤我。他使我的话锐利如剑，他亲手保护我，他把我造成像尖锐的剑影一般，随时可以发射。他对我说：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要因着你而赞美我。大家要因着你而赞美我。我说努力工作，可是毫无效果。我用尽力气，仍然一事无成。但是我们可以信赖上主，成为为我们伸冤。上帝会照我们的行为奖赏。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必引导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。上帝就必成就他的应许。或许他所做的并不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，能够明白的，就像耶稣的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。上帝有他自己的作为，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不能完全的顺服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完全的明白，完全的知道。但是我们全然的相信的时候，上帝必要显明他的工作在我们的前面。接下去的以赛亚的经文这样说到，他说：以色列的救赎者，神圣的上帝这样说：那受人藐视、为万国所痛恨、被统治者奴役的人啊，君王将在你面前起立致敬，权贵将向你下拜，这是一定成就，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选召了你。这在指耶稣基督。上主必持守他自己的应许。这是让我们去思想的，上帝用他自己的计划、自己的应许必然成就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1节，保罗又继续这样说到：说上帝运用他的智慧，使世人不能借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。相反的，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的那愚拙的信息，来拯救信他的人。在逻辑上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哈。上帝借着我们所传的那愚拙的信息，来拯救信他的人。耶稣基督的死就如同他自己的比喻麦子的死一样。他说：一粒麦子若不埋在土里面死了，它就只有原来的样子，也可能就会失去了生命。但是一粒麦子如果埋在土里面死了，这个死了并不是真正的死，而是一种生命的转化。耶稣基督用这个来比喻预言他自己的受难死，然后复活。麦子的死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化，然后它成为一个麦种、麦秆，然后可以结实许多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透过他的生命的死，让所有相信的人能够借着这样的得到一个生命的转化，这是救恩哈。所以耶稣用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的思想来教导我们，让许多人不能明白的耶稣为什么要死，为什么要复活，
来教导我们，来提醒我们。主的受难跟死亡其实是真的是很难接受，也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能够在这段时间再一次的纪念他的恩典，感谢他的救恩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再度思想这件事情的目的。当然要如同保罗所说的，上帝借着我们所传的，所以我们要去传，我们要去见证。上帝不是要我们在这里存疑、忽略，甚至埋怨。